任何天，行到尾啊，啥上好，你了解啊？生一日来了，我毋知影啥上好吼，所以讲的是，要我认袂清，看袂明，通走一日，来这世间通走一日，再来是后续个规划呢，那爱就往年啦吼。爱知影天无情，天是无情的哦。要话就你叫我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所果，圣人不仁，以别人为所果。这所果呢，就是需要用，就安尼高度动用嘛，安尼尔。若无爱就修山，为什么？春夏秋冬安尼就对了。你若多加修山，那安尼就袂成功。所以讲袂成呢，天是非常的无情，但是呢，有功有德，才会当上天的。你若我通天咧讲情呢，天就看你做偌济，会当得偌济，安尼上天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咱若有功有德，咱就会当做上天。咱若无功无德，干那拄仔茫茫平台，都互咱守着啦，毋通无守，大家拢会当转。你着都拢会当转去，但是无甲你保证讲你会当大条，有人写过领你的名，佫落来不一定，所以讲会是咱若好就好把握啦，咱即马就以热烈的奖项，较早结束的啦因为这讲要4摆，看我都麻烦4摆了安尼，咱以热烈的奖项呢，有咱的共和团的，